各位姊妹大家平安，平安，真欢喜。上帝有让咱活命，互咱有这个恩典福气。今日咱伫遮三个来敬拜有师意，有时爱定爱甲伊讲，咱提起。讲咱即礼拜你看电视，你拍开电，迄个洪台体有无？迄个警察有吼，迄个所长，当因太太甲伊囡仔。 接到因爸爸离开，我看迄电视吼，伊佫有爬起来哦，佫有迄个 CPR 哦 CPR，伊佫有爬起来哦。我看到我迄阵应该引盲我爬起来，从倒去，袂使我爬起来。是讲安尼有救啊，哇！无偌久，迄个消息，因太太，因的囡仔，讲安啦，透可怜，所以感受真深。 无输逐礼拜讲，感谢主，佮留咱的活命，咱有这个恩典福气来敬拜菩萨。比如咱看咱的小朋友吼，咱交给咱的小朋友，有咱大概接啲啲种看，小朋友抽迄小提琴，咱问讲咱的囡仔，你敢无想？你的囡仔有一天啊，像像安尼伫台顶，会当照着来学罗上帝，照着这个来学罗上帝。你敢无爱互你的囡仔安尼吗？ 咱的教会，咱就是有这种的机会。你看有真侪无信的人，伊有这个机会，无大概拢有这个机会。啊，其实咱逐礼拜拢有这个机会。才暝才去带伊的囡仔，啊，倒转去高雄。而且今日是爸爸节，伊倒转去高雄。今日特别牧师，哦，咱伫遮爱讲，祝咱所有的爸爸都会当。 欢喜快乐，有健康的身体。牧师爱讲，就是牧师流讲，虽然咱爸爸无伫，就像咱爸爸无论伊好歹，他袂记的，你是一个基督徒，他袂记的，你是一个基督徒，你是上帝所听的囝儿。无论安怎，你拢爱为着恁爸爸啦祝福伊，祝福伊，祈祷上帝改变伊，祈祷上帝帮助伊。 还佫对无好的中间变正做好，这是你的愿望。望袂记咱做，咱是讲咱有当时用妈妈、母亲节、爸爸节，咱到底是要庆祝什么？要庆祝啥？袂要紧，为着你的爸爸妈妈祈祷，无论好歹。不过，像牧师就讲，你还佫有一个属灵的老爸，就是咱的天父上帝。咱的天父上帝就像咱的父母共款。 当我做老爸，我才体会着讲，像做老爸迄种的，亲像天父疼囝迄种的心。虽然你会骂囡仔，虽然你会甲责备，但是你犹原毋甘，你会甲疼上。我会当去体会，啊，这是咱有真侪人无通去体会，因为你还未做父母。望今日牧师通过，望牧师今日通过。 啊，而且讲这有孝囝，有孝的囝，吼，有孝囝，吼，这是台语啦，台语发音的叫做有孝囝。通过这个，咱互相真正勉励，万袂记。咱今日是咧庆祝爸爸节，你的囡仔有伫遮无？有当你的囡仔无伫遮，牧师讲的都拢无讲到，伊拢无接受到，无领受到，这是足可惜。 啥了牧师爱讲全家信主，每一项大大小小拢伫这个所在，你会当接受到上帝的话语，你家己教示。无论是做囝的，你是做老爸，你是做老母的，你是甚物款的角色，阿公阿嬷，咱拢会当伫遮受到上帝话语，家己教育，互咱过一遍人脉，互咱伫信仰就愈来愈进步。 但是讲实在，牧师来讲，较可惜。哦，咱的中间，为个囝无伫遮，为个老爸无伫遮，为个老母无伫遮，是啊，足可惜。我真正我爱讲咱细汉，我定爱讲咱细汉伫教会内底，阿嬷，我细汉我阿嬷就伫咧头前，父母，吼，啊过来，才会行顺顺，真卡教会。 即摆即个时阵，即个时代，嘛敢若连增加都市增加，即个现象拢一直无去，一直无。
咱的社会变做啥？咱的家庭变做啥？这就是咱爱去思考、爱检讨、爱反省的所在。不过，讲到倒来，我说过一遍，祝福咱所有的爸爸，会当欢喜快乐，有上帝稳定平安，定定甲来生活。再给咱透过无相像的敬拜甲服侍，妇女、青年，而且儿女，这小朋友，这里可爱，这里高水。愿上帝感谢咱，祝咱所有的这个敬拜甲服侍，请咱同心参加里头。全爸，阮感谢你，求你帮助阮，阮阁有这个稳定福气来到你的面前，主啊，阮用心灵甲信心来敬拜服侍你，让你罗卜所讲甲听的，拢白白着灵。安尼感谢祈祷，拢上过最后所叫名来求，阿门。万袂记的，今日也是上帝所设立之，所以咱就安啦。咱是安有信心啦。信心灵魂得救的啦。我来讲，你特别爱有这种的信心嘛。万袂记，咱每一礼拜咱都学习。我所定来讲，咱嘛拢咧学习，做伙学习。今是父亲节，我迄阵1999年来花岗，我的爸爸来到花岗参加我的就业。迄刚开始等，伊就头壳无拄好，就开始痴呆，佮兼迄种就开始。我看伊刚来参加就头壳安尼，那有小可有中风的现象。老实讲，阮爸爸90岁离开，当你要搁加有效，你要输往活动。所以我一直咧就无法度去互爸爸得到无法度有效，无法度甲有效，咱做个有效件，无法度甲有效，足遗憾。这是牧师的体会，这是牧师的经验我体会。真正爸爸。妈妈，你才知影讲，咱家己做爸母，咱才知影讲爸母咱哩疼咱，明白听？可惜，当咱要有效伊的时候，当咱要互伊好的时候，哇，拢无法度，哇！所以，牧师今日透过圣经，其实圣经你规本甲掀起来看，足侪拢咧讲起，咱做爸母的、做囝儿的，要安怎有效爸母的教示足侪。咱今日来看，咱今日来做伙来看，到底来看讲圣经内底咧记载，爸母迄个囝儿的关系，有效爸母的迄种的，到底是要安怎行，要安怎做？有一个标准，圣经咧讲啥？我甲你的需求是讲耶稣听你，叫我小爱惜自己的，耶稣听你，其实咱今日的世代，咱甲看有效件，要找有效件。今日世代变化变迁，其实圣经几啊千年前就甲咱讲，讲今日这时代安怎变到什么款的地步？咱小段牧师我咧讲的中间咧讲着，咱今日的圣经是正面其实我是要爱咱头讲第11节一直到17节啦这第1节到第5节，以弗所第6章，咱今圣经你所因咱今有足侪检查，你会当摕圣经安尼，牧师咧讲中间，你小可显着小可看，我会对圣经嘛要小可讲者，小可解说者对圣经内底咱知佫是一年一度的因为这父亲节，牧师特别用做一个有效的囝，这有效囝啦或者可能。即个伊个白话字可能较无，或者你我甲迄个白话字啦白话字，但是你爱讲个习惯，牧师爱讲。你我牧师定爱讲，我毋是咧爱讲啥物。你我今日夜关醒加减人伊咧讲啥，拢爱录一寡台语。你无录台语，人讲你落伍咱今日反正咱家己台湾人，咱家己爱开口闭口拢国语，讲国语。
当然，我毋是咧讲咱，像讲我去看出去有一个原住民啊，哇！伊嘛咧甲我讲，牧师比你好啊，因为是教会人，我甲念嘛讲，拢无去个教会。我叫他去华冈教，伊讲不行哦，我那听不懂。我讲啊，你台湾多少久啊？你听不懂？我比你较高，我台语也会晓，国语也会晓，我阁会晓英文。哦，啊不管安怎，你比我较侪语言好啊，你客话也会，啊台语也会，国语也会，答案拢会。哦，啊咱莫讲，啊，甲你讲啥听无啊大个，这是一个学习。有当然你趁这个机会，牧师咧甲你念，咧甲你讲，啊嘛会当学习，太袂当啊，学习啊。哦，你国语本来你就足够啊，怎讲读册拢嘛读国语对不对？足够啊，免搁点啊。啊，你台语哇，你韩文就爱加较好。我定咧讲华冈足侪对大陆来哦，讲牧师啊，我台语听不懂，我要去国语礼拜。我说你去国语礼拜，你台语永远不会，你一定要在我的教会。结果一当后，不是你去华冈教会问我嘛？遐对中国大陆来，台语听搁噜叫。我准备甲你讲，这是一个机会，吼 ，OK。语言你捌较济袂歹，吼 ，OK。做一个友好囝，咱特别互相勉励。咱个世界第一个父亲节，其实父亲节你也话，咱其实足少咧庆祝父亲节啦，哦。啊，世界第一个父亲节嘛是对美国啦，就是伫咧即个 Washington Spokane， 这个市有一个叫做多德，哦，豪德夫人，伊发起，哦。啊，伊发起，就是讲伫咧即个因为伊安那为纪念伊个老爸失去，迄个妈妈了后，伊就抚养7、8个囡仔，哦，拢是囝儿查某囝，啊，伊啊一手甲抚养起来。伊伫1910年用9月申请，伫咧老爸迄个忌日，吼，老爸迄个做忌的日子，迄天举行即个来孝念伊个老爸的一个礼拜，就是6月初6。美国的迄个是6月初6，毋是8月8号，哦，是伫咧6月初6。后来教会用6月第3主日举行。1924年，美国的另外一个总统，伊就举行，哦，设即个做一个父亲节。伊讲啊，父亲节会当普遍伫遐举行，啊，互父母甲子女之间的咧亲密关系，互老爸佫较知影家己的责任。咱讲实在，咱今日为一寡做老爸人无责任无任，咱嘛拄着足济啊！你社会上我足济人无责无任的，啊嘛足济啊！哦，啊为什么世界迄个演变到这个？你若讲实在，咱就是讲无上帝的话。你再去查斯坦利，你若有看查斯坦利讲啊咯，你再去查斯坦利所讲的，咱毋是上帝旨意，你毋通去强求，毋是上帝旨意。所以咱每一个基督徒拢伫上帝旨意内底。啊，你若毋是上帝旨意哦，你家己啊安怎甲了哦？我准备讲反效果，哦，茫袂记。咱做基督徒的，我牧师深入来到咱教会咧讲，我伫牧会经，一直咧知影上帝旨意，上帝拢会带领因带，即我上体会上深。所以我定一直甲我的囡仔讲，甲我的囡仔讲，爱祈祷，爱靠上帝，茫干那靠你家己。因为你有迄个体会，上帝安怎带领你，你有迄个体会啊！你个上帝安怎咧带领你，上帝安怎火烧着个面，甲我烧规面安尼。哦，即个才定人话讲你迄哪做记号啦，拢去城堡做记号啦，我都毋知影。细汉西北蛇伫头壳顶啊！你敢知影？伫咧较早我迄个年代，西北蛇头壳顶一定爱死。你绝对无可能话你活行哩，我伫阮兜隔壁一个就是死啊！比我较济白蛇生伫头壳顶，我咧白蛇生，然后拢无头毛咧。你看我拢无头毛。阮老母用迄个油仔皮烧甲你吸落，是讲会杀菌，你知影无？杀菌，阮老母用迄种的杀菌，啊滴好蜡烛油啊，来滴好面顶安尼滴的，你敢知影？我细汉是安尼，营养不良的，安怎出身你生啊囝你安尼？我所要甲你讲，你的一生拢伫上帝掌握的状态。什么人伊，什么时阵拢伫上帝掌握，你家己袂晓的。所以你爱追求上帝
上帝的意思是啥物？茫靠家己，我咧查罗马书无？罗马书内底即摆讲到第8章第2个讲到安讲，茫用肉体，咱拢想讲啊，我照我家己的意思，我要安怎行用肉体的意思，迄个拢袂成功，就是你成功爱失去，无效，因为你无伫上帝旨意内底，这是才去查真理。伊所咧讲的，这我拄仔去想咱咧查经的时候，我对遮佫小可甲因讲，所以茫袂记，系姊妹。咱做基督徒，咱拢是上帝囝，茫袂记，你一定爱祈求上帝旨意。啊，你要祈求，但你家己无法度，上帝差遣罗卜咧甲你讲，差遣伊的罗卜咧甲你讲你着爱听啦，无需要甲你讲。我只要经验对上帝定透过牧者咧甲你讲啥物，咧甲咱教会讲啥物，你着安怎做安怎做，教会才会安怎，你要安怎，你无要听的时阵，教会无法度，所以毋通袂记，毋通离开上帝，毋通无听上帝的教示，用你家己肉体有无？体贴过头体贴肉体，这就是你家己的意思啊，都毋是上帝意思啊。上帝意思毋是爱你安尼，上帝意思伊爱你若尽力、尽心、尽力侍奉伫上帝，上帝拢会替你捏你安排啊！你咧烦恼上唔免烦恼，哦，这是咱的信仰哦。所以咱到咱台湾咧庆祝父亲节是安啦，88节这企业啦，也音啦，好88节啊，这个是对上海，伫民国34年伫中国上海哦，有各界人发起，啊，伫咧抗战胜利了后，哦，伫咧抗战胜利了后，政府来核定，啊，所以你有看，咱每年咱5月第2日主日是母亲节，8月初8安那是父亲节，啊，伊的目的拢是要安那提醒咱做人囝儿的人啊，爱孝敬父母，哦，伊的目的是安尼，哦，但基督教孝道的标准，咱若对《以弗所》第6章第1节到第10节记载，咱来看。哦，咱来看，但以弗所第6章第1节到，你看到以弗所第6章第1节到第几节？第4节，最后一句，我说你不要解释。第4节咯，讲做老爸的人安那，唔通掠囝儿的受气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唔通袂记嘛？啊，你做老爸，你拢唔免拢啊囝儿，你拢莫甲插，唔是安尼的意思啦。哦，你袂使掠伊受，啊，你无拢记在一起，唔是安尼啊。做老爸了，囝儿的受益，即句话讲做老爸，你必须要呐放弃任何你家己认为。有当时老爸哦会固执啦，好无？固执。有当伊认为讲我做老爸上大，我当拢是无拄就是安尼。即句话意思咧，甲你讲，毋通掠囝儿讲，你必须要放弃任何家己掠准，你会当啦无合情理，你爱合情理，无合情理，安那？去咧对待你的囝儿甲查某囝一个观念，毋通袂记。你对待你的囝儿甲查某囝，对待你的囝合情理、合情理。迄个意思是安尼，讲无掠你的囝儿就是安尼意思。哦，所以你袂使无合情理去对待你的囡仔，哦，不合情理。咱来看咱今日有足个做父母的人，你若毋知影圣经有吼，有无？你看迄家庭的问题。对家父母甲之间哦，产生迄种的反效果。你也看到足侪囝，你真侪影片要咧描写，囝儿甲父母哦抬来抬去相抬，到尾啊举刀安尼。哦，你想看即种的现象为什么？伊是无上帝。圣经几啊千年就甲你讲，做父母的人，你着用圣经甲歹了，就是迄个无合情理的，你毋通用无合情理的来对待你的囡仔。甲查某囝，这就是圣经咧讲掠囝儿的受益，即句话意思哈。哦，咱会记哈，这毋是咧来讲啊！你我毋通掠伊受气，拢出在伊气啊，嘛毋是安尼啦。哦，只要你伫咧合情合理的内底，你一定爱甲教导，爱互伊佫规正。所以有当时咱做基督徒人，咱做基督徒人，咱毋是对伊歹呢，有当时甲你严格，甲你又毋是对你歹呢。哦。我伫咧教会嘛，拄着食毒的，食迄种食酒的，啊你毋是讲我，啊你讲要甲安怎，要甲去啊，其实毋是对伊歹的，是要甲
靠起来，可以当安尼家己改过，无你无透过即个机构，你无透过即个要甲改，伊永远改袂掉啦。永远伊是做，伊无法通控制 control himself， 伊无法通控制伊家己啊，迄是一个病。我说要甲你讲，你食肚也好，啉酒也好，过后，你拢变做一个病。啊，即个病你一定要去找医生嘛。我问你一个，你有病人你无去找医生，逐摆嘛迄个粒啊，逐摆嘛精歪歪无，一定精的，一定足精的嘛。你无可能讲会好啊，无可能啊。所以无输咧来讲，你就要会晓得帮助你，帮助你，爱去看医生，一定要去找医生，啊，甲经验嘛不要紧，为着伊好，毋是刁过伊要互伊办，毋是安尼。所以这就是咱爱去思考，无输来讲，你信仰中你要有正确的观念嘛，啊。有当时啊，咱伫教会牧师得罪当中会使就是安尼，啊，牧师是爱你好，都毋是安尼。啊，有人就哇，牧师你来对阮老爸啊，牧师你来对阮什么啊安尼，好啊，你这牧师哦，安尼歹牧师。其实毋是安尼啦，你的信仰一定要有正确的观念。牧师教导你、骂你，牧师要甲你规正的时阵，一定爱讲较严嘛，爱插着你的心嘛。无插着你的心哦，这无算什么。会插着你的心，刺插着你的心，迄才是爱你好。你一定爱改过。顶礼拜有韦牧师咧讲啊，灵命更新。真正你对韦牧师所讲的，咱真正有偌济人灵命有更新啊？我问你，灵命更新毋是你停伫迄个所，牧师在那甲你讲。其实足侪牧者咧讲即个地巴咧讲即个物件吼，是咧甲你讲什么？是牧师较加无，然后搁较进一步啊。什么叫做灵命更新？迄个灵的生命是你定停伫迄个所在，你要进步，你要进展啦。你爱离开你当初领受的迄个地步，迄个初步迄个所在，佮进一步。但是你毋来了解牧师来讲，爱进一步啦，毋是定停伫迄个所在啊，一定要进步啦。进步到你话，人个禅师，人个讲牧师，人个记个禅啊。有迄禅甲禅咧对话，有人迄禅师哦，迄个禅师咧讲迄故事哦，枕头伊拢用写的，用讲的哦，用讲的，讲来讲去哦，枕头用写的，到尾来用啊，免写，免讲啊，拢干安啦？你敢知？拢毋免讲话。你禅最高最悬的境界是啥啦？你拢无讲半句话，你也无做啥物，拢点静，迄是上界高端的。迄足侪咧学禅的人，我讲的啊，安尼哦。牧师你有够厉害，上本来到尾啊，进入我来讲上界高端的就是啊，你搁安怎坐安怎禅哦，安怎坐你也是有你啊，没有无我嘛。牧师要甲你讲，当你讲话，当你咧讲话时，就是有你啊，哪有无我啊？佛教叫做啊无我啊，什么都有啊有啊。当你咧做什么动作，你讲就是已经有你啊，后尾我甲你解法。无啥用，已经有你了，哪有无我？你还是你啊，还是有你。无论安怎，你脱袂出有你的存在。你上帝创造 ，OK， 讲到这个，你要离开迄个初段，茫袂去吼。所以而且所记载，咱来看，伊的经验是凭世间人的天理良心，是凭着上帝启示，是对上帝力量来行孝道。以上帝主爱公义最基本，来鼓励实施的一个中心就是教会最后的目标就是啥？你要孝顺父母，你要孝顺你的父母，友好你的父母的意思，所以茫袂记。所以孝道，要普世性甲将来，就是讲你要看，你无论佛教，无论是道教，无论是你任何的宗教啦，你无论你的阶层啦，你个孝道就有普世甲将来性，有关性孝道，这是永远。所以通讲基督教是重视孝道的一个宗教，所以有人咧讲，基督教什么死了无人哭啊，有吼，什么咧爸母，其实你要讲10条戒内底第几戒？来友好你的父母啊，互你啊，伫世间会当长为基督教是上界友好父母的一个宗教，所以有人较早对宗教无了解，对基督教无了解，有说误解，有足侪人误解，所以基督教是上界重视孝道的宗教，
啊，教会是安怎推行的中心，啊，圣经是推行的根据。所以特别你看箴言这个册内底孝道的经言录语，伫咧册中间是33遍提到了孝道，33遍，有22遍讲我的囝，有4遍讲正囝，有咱今日所读的有，第一有吼正囝吼啊，会当讲这是一本教导孝顺的一个经典，啊，非常注重父母甲子女的一个关系，足注重的足注重。当特别咧，伫咧册中间提出，不孝的囝儿的言行举止，有无？不孝，啊，咱咧警戒不孝的行为，总是咱要反过来讲，咱要安怎讲做一个安怎有孝的囝，即点人藐视你的父母。箴言第15章第50来，你行为箴言箴言第15章，咱无说咧讲，你等于你咧读的中间，你圣经小可显者，小可看者，第15章，15章第50，而且讲啊，愚妄的人藐视老爸的一个管教，领受责备的，得到安怎见识，而且这个是这个汉文的，啊，另外一个是白话，这个现代日本的我无甲拍出来现代日本的，所以愚妄的人是咧指什么？愚妄的人是咧讲什么？是咧讲安怎刚愎自用，就是讲安怎刚愎自用，你国语安怎解释？刚愎自用就是讲你足自我，足硬啊足。自我到尾啊，比如种自私性，足硬性个性刚愎自用，有无足自我足唔肯接受别人的口考，该讲啥伊就歹插伊，你甲安怎甲讲伊就有咧甲你信道。人伊的心存轻视的态度，伊看袂起老爸，看无重视父母的存在，看袂起父母，伊掠准父母是时代那龙哦。不但伊无肯接受，反等于甲藐视，甚至甲踢笑父母安怎，毋捌字啦、古板啦、过节啦，对袂着时代的看法甲想法。这大部分拢是伫较早台湾的年代，即摆大家拢有受教育有无？国民教育啊，可能较袂比如讲毋捌字，较早的人就是以阮的年代年代，足侪拢无读册有无？阿公阿嬷啊，父母的甚至有的拢无读册拢。你用的踢笑伊毋捌字，古板过节，对袂着时代看法甲想法。讲实在，我等于我阮兜我甲阮妈妈有当时啊嘛是啊，因为虽然伊较早读啊迄个护理校、台中护理校咧，伊嘛是足过节、足古板的。然后你甲讲啥，讲袂通啦。人迄种时代无共啊，这时代进步到啥物？伊拢停伫伊较早迄个年代所以有当时啊，跟你甲伊讲爱冲我爱足有耐心的但是你久了后，你就安那就变做藐视你的父母，掠父母是做安那可耻的，感觉足见笑，看父母亲像车用的人庸人，无愿意甲父母做伙，惊父母失去了因的民主啦，有大概你的父母，你会想讲我食无民主，其实感觉呢，有当时啊。这是迄种，咱有当时啊，咱对父母有当时啊有这种的心态，就是圣经咧讲愚妄的人，不孝子。你知影早囝儿查某囝的成就，也是父母所教出来，敢毋是？减当因为咱家己有成就来藐视父母。今日做叫囝儿也毋知有一只无。你若无读着这个圣经，无听牧师咧甲伊讲，你可能就袂当了解。我你毋知要安怎甲你怎讲。箴言23章第30安怎讲？你就爱听从生你的老爸。你行为23章咱今日咧讲拢箴言，你对箴言23章20，好啊？你就爱听从生你的父母，你的老爸，你的老母老啊，就是老啊，嘛毋通甲藐视。有啥物几啊千年前上帝讲这个话？你看咱今日。你若看到即个话我看咱今日的时代，甲咱的手边隔壁，咱的时代，你也注意甲看，有足侪人拢有即种现象。几啊千年前，上帝就甲你提醒，就甲你讲，茫安尼。有圣经的中间记载有一个
落无安哦，因为伊藐视老爸。伊讲啦，我会买警察哦，我会买警察都比我老爸要较粗啦。哦，伊安尼甲讲咧，吼，就藐视伊个老爸。个龙冠，你看个龙冠上冠12手第10台，结果失去12排，民心无支持伊做哦。对人来知影，你藐视父母的严重的后果，哦，通袂记。你将来你家己嘛做人父母，对不对？咱一句话足简单，你有一天你嘛做人父母，哦，所以唔通袂记吼。通常哦，还袂嫁出来的人哦，真正拢袂有法度人去体会着做父母的人。拢无法度，无法度体会。哦，第二，那么父母啊，忧愁烦恼。你看前面这17章2到5节，你现开前面这17章2到5节的所在，吼、有吼，前面的17章2到5节，吼、是啊嘛是共款，吼、有讲的人吼，老爸啊。忧愁烦恼，互老母安那忧苦，哦，互老母忧苦，哦，所以常常互老母、互爸母安尼烦恼忧苦，就是不孝子。那你多一个人互老母咧烦恼甲咧忧苦的人，讲你是一个有孝子，无可能。因为一个有孝的囝，伊一定定互爸母欢喜啊。真正我怎来体会着，为啥我等于要安怎互妈妈欢喜，要安怎互妈妈有笑容。要互伊欢喜，你家己做父母才知影啊！哦，较早安尼，哦，安尼互妈妈烦恼，互妈妈安尼甲你替你烦恼，安尼，我嘛是了尾仔囝，我嘛是上细汉，组仔内底我上细汉，啊不，我细汉我就家己较独立嘛，所以我家己一个走来到台北，走来台北读册，啊所以有当时啊，你想讲啊，咱较早少年的时阵，虽然拢无互父母欢喜。啊，亲像前面23章2到5节所讲的，你爱互你的父母欢喜，互生你的快乐。你是上帝的话，你甲因讲，上帝几啊千年前就咧甲因讲，甲因教示，有无？所以你就会记得啊，会记得。这是圣经内底上帝话，咱这中国24孝的故事咯，咱捌听过一个孝子，伊虽然已经足年老，但是伊为了要互伊的父母安那欢喜，啊，拢安尼。互父母会当有笑容，哇！迄种穿迄彩衣啊，吼，彩衣，哇！在做小丑啊，啊，伫咧父母的面前安尼，伫遐喜人安尼，安尼，互伊安尼欢喜，安尼足感动人的，啊，变做千古的一个佳话，啊，这24孝内底，我当时我想讲，我咧看我的孙啊，我无孙女咧，甲我的孙啊咧孙啊有无？我即个体会啦，你甲迄孙仔咧讲话啦，啊，要互孙仔欢喜哦，哦，互孙女都会假小丑啊，安尼感动啊，咱着咱着，毋是讲无孙，我嘛是安尼，哦，咱着安尼假安尼甲，互迄孙仔有欢喜有无？要互迄人仔互伊欢喜安尼，啊，你着安尼哦，安尼，迄个体会啦，你会当体会着讲，像24孝咧讲，你安怎互父母欢喜啊，人互伊欢喜啊，即种的孝行安尼感动人。哦，啊，所以，但是今仔日咱看，哦，咱来看今仔日，哦，今仔日甲查某囝是啥？咱今仔日看电视最近报道什么？暑假到有一堆少年人物吼，一堆少年人物，啊，规排迄车拢共玻璃拢共落来破好。问伊讲为虾米你安尼做？伊讲我毋知啊。还是因为你想看，即今日即个囡仔。咱今日的囡仔啦，不但袂当带父母，反正增加父母的忧愁甲烦恼，相拍，哦，做歹代志有无？共弄我歹，共破坏，无爱读册，爱耍，爱跋筊，爱去食遐有诶无等等，哦，安尼惹足侪是非，毋是啊啦，去训导处报道。就是安那去派出所，你看我今日足侪，啊，毋是讲因兜无钱哦，你注意看，有足侪拢，即人咧讲啥物了尾仔囝有无？人咧讲安尼，有无做安尼，就是讲另外了尾仔囝，另外一个是咧讲安那种无路用的啦，无效的感觉啊，哦，咱第一吼，你就，毋是
去信头主就是去，逐工去迄个派出所报道。所以，互爸母安尼心情足忧愁、足烦恼。你看咱今日的社会，足侪发生这代志，咱四周围，你敢知影？啊，你甲救他们的原因是毋是？你注意下看，拢是安怎？家庭无好势，家庭无完善。所以咱伫教会内底，咱基督徒人，无师毋知咧讲，真正你若会当伫教会内底有一个建立一个水基督化的家庭，哦，这是足好。哦，咱咧强调基督教内底就是一直咧强调爱有一个水基督化的家庭，就是安尼。大家人咧结婚，人拢甲你讲过，你要建立一个水国基督化的家庭。所以点就是讲，你有真正有甲牧师的话听入去，或者是对无信的来到有信，或者是对有信的传无信，或者是对有信的过来互无信。啊，结果咧，好无？你注意啊！啊，所以有当你其实牧师嘛爱讲，你会当去比较啊。咱上帝咱有智慧，你看天色就知影明仔载要透风路，要做风台。你敢袂晓看？比如你过来哦，基督教的家庭，你看到教会人的家庭，甲你毋是伫教会家庭啊？你等于恁兜哦，你著爱看东看西，爸母行东行西，啊，但你来到教会家庭。我是要讲，你若过来到教会家庭哦，佮看东看西，佮行东行西，我要甲你讲，安尼迄个家庭，迄基督教家庭都有问题啊，迄毋是有信仰的家庭，迄就真奇怪。照你讲咧，你对无信的过来有信的家庭，看到你个家庭，你会感觉讲感受足深啊！你讲我伫阮兜吼，我无听道理，啊看东看西啊，就迄种啊，阮这拢毋免，啊这是我的自由。哦，我这个自由，我你好，照你讲的应该是安尼个，传无信，叫无信。你会晓比较嘛？你有头壳会晓看嘛？你看今仔日天气较好时，你就知影要出日头，对不对？上帝就是互你会晓去比较判断，有无？所以你就会晓去选择啊啦。什么人要一粒两粒另外一条是烂，一条是好的，你要选烂啊？诶，该选看卖啊，当然是选好的另外来食，比较。会记，牧师也爱讲，我有当定爱讲，其实真正伫基督教的家庭毋是安尼。你所表现出来，你所反映出来，毋是安尼。你若是这基督教的家庭内底，若是无反映出来，安尼你就爱去检讨看卖，你灵命更新啦。顶礼拜魏牧师讲的，就是你内底一定爱更新，你们的生命灵命爱更新。啊，灵命更新毋是讲你看东看西，是讲看你无法度，对你家己本身。对你家己本身，定定啦，一个重要紧的秘诀，一定爱人去思考反省。佫一点，史丹利早起嘛讲，一定爱谦卑。史丹利有记一个啦吼，伊早起有讲的，我都伫遐想讲，我感觉伫我头壳内底吼咧吐即个物件。伊讲啊，有一对夫，伊讲伫伊个教会内底，都爱听道理。我拢一日上头前，上帝咧甲祝福。哦，无偌久，伊就愈坐愈后壁，坐咧中啊，坐咧上后壁，坐到面顶，坐到楼顶去啊。甲问伊的原因，即个上帝祝福后尾啦，要厝伫个湖边啦，后尾 boat， 迄个啥船啊，吼，即摆来到你拢出去上帝甲祝福了，教你拢出去驶船啊去佚佗啦。后来坐啊位楼顶去啊，毋是伫咧寝楼拢听到你开始拢伫咧上头边，愈坐愈后壁，愈坐愈啦，佫愈来伫咧楼顶，后来看无看啦。互你即着足侪在乎啊，所以说全无上帝啊。你看我今日的圣经哦，你注意看今日咱拄啊圣经内底讲。讲，互你，毋通互你安啦，我叫我看到，毋通互我无有无？哦，求你两项代志，伫迄30周第7节，你看30周头前页第7节，当互你有在乎，你才袂记个上帝。这若要检讨，到底上帝赐福你在乎了，你全拢袂记个上帝，好无？
啊厝啊，有煞到尾啊，你的上帝是厝啊，甲迄个船啊。OK， 讲到转来，这是所以，咱袂记，今日会今日甲查某囝是啥物，拢有上帝烦恼。所以今年的19周咱看19周13讲啊，有讲的今日是老爸好法，某的冤家亲像雨连连滴落。无，亲像雨连就是讲啊啦，哦，滴哩答答，滴哩答答，哦，无停就对了，有无吼？你冤家噼里啪啪啊，滴哩答答，滴哩答答，哦，滴落吼。好法就是连累的意思。有讲的今日是老爸的连累啦。哦，这是几啊千年前上帝的话，你甲深入甲体会即句上帝的话，你可能汉文的，迄现代日本的吼，佫有另外一个。你啊对照甲看卖吼，现代日本的，但是一个囝是有无啊，硬背逆无听从父母的话，就食做老爸答啦，就亲像暗论甲押沙了。你看迄台北的法官就是安尼，你去看迄旧约圣经哦，撒母耳上官，也是讲伫迄即个列王记有无吼？啊，旧约中啊，祭司以利两个囝，以利的烦恼甲忧愁吼，撒母耳上官第二章。哦，啊，甲列王记，这是台北咧讲的列王记，啊，这是迄个撒母耳，哦，这是以利哦，咱等于凭这个哦，这啊叔叔伊内底这个参孙，哦，为了婚姻的代志后，父母带来足侪忧愁甲烦恼的代志。哦，牧师讲到今日圣经，你注意，你要看，足侪现圣经你为头甲看好了，哦，看好了。咱做今日的人平常袂当做，父母带来欢喜平安。啊，反正家庭因的这个要求，哦，啊，重大，你敢有有效？哦，所以今日23周25日特别安尼讲，你爱互你的父母欢喜，互生你的快乐。哎呦，你有这种的原则有无？咱每一个人咱会做人父母，咱嘛做人的囝儿，你若有这种的原则，哦，这个迄家庭拢无问题，绝对拢无问题。OK， 好，哎，第三，袂当虐待父母。当虐待哦，哦，你看前面19周你老大安怎讲？哦，咱牧师伫遮用对照，我有用两个这现代日本的哦对照，虐待老爸，赶出老母的是安那，贻羞之辱就是哦，耻辱之子就对了，哦，见笑的囝，见笑代即足见笑，地高你足感觉真，你几啊千年前上帝了，就是讲。哦，无耻啊！哦，无耻之子，无良体的，哦，就是你虐待你的老爸。圣经讲我足严的无良体的之徒啊，就是无良体的人，就是虐待父母。下流的之辈就是逼走老母。这圣经这啊，这现代日本人嘛翻译到写啊安尼足，哦，写啊足白话。下流之辈逼走老母。虐待是啥物？虐待就是关于幼稚父母的问题，还是啥物？咱今日对幼稚父母，特别咱台湾这个现象啊，因为咱就福利歹嘛，啊，咱伫外国，因为父母人因父母，你看阮查某囝因个讲无人因咧国家拢甲饲的，你体育国家拢甲饲，若要去烦恼父母的问题，所以这是咱来去，你无论倒一个政党啊，你足奇怪，我就是咧讲你。对政府为什么袂爱去做这个福利？你较钱较莫食，你家爱钱来做福利，才袂使啊！我咧想拢无，我咧像我住伫咱这国个，我咧想拢无。为什么你做一个执政者，你为什么你袂去迄百姓去改进？你定去国外咧参考，定咧共参考，为什么你袂较好诶住入来咱家己诶国家？哦，百姓更较好势，为什么你袂当安尼做嘛？哦，差在。我老实讲，我最近来行迄街路咯，看到迄厝体，较早2间房间伫台北市2间房间安尼，跑了3、400万，就按2间房间千几万，我看起来我人根本就不要分去啊！毋是咧2间房间咧，你若是看卖，起啊这种样的，你要叫上伊袂？有当时哦，我有应设计今日就提讲，转下去人租厝吼有减免，租厝减免，只还佫爱佫收一下啊。OK， 虐待就是关系，吼，你无你有饲就是
气煞。咱今日看到社会有无？你看到今日的社会，你要报纸定来讲到这个气煞的问题，有无？定来讲做囝儿个气煞袂有无？所以无需爱讲，真正咱做上帝囝儿的，你只爱感谢上帝，真正爱，你就袂使安尼气煞你的爸母，这是极大的一个极态，对爸母肉体上的需要，无尽你供养的供应的一个责任，气煞，就是极态。所以爸母常常看囝儿，查某囝仔心肝宝贝，敢是咱做囝儿的，你看爸母亲像安那，像粪土安尼，较歹听。财产分落囝儿了后，甲囝儿爱钱，亲像乞食共款，咧求钱哇，分互伊了，拢爱甲讨伸手讨。囝儿查某囝，开尽爸母的积蓄，你若袂晓计划你娶着某人袂晓计划钱拢计咧开，我甲甚至开恁爸母去甲开了，袂晓计划就害年老的拢无瓦靠。这是咱台湾伫咱台湾去圣经咧描写，你注意看，咱台湾这个现象哇，若伫咧外国像阮查某囝因咧加拿大就较无即种问题，因为年老拢国家较饲所以到尾气煞爸母，有人虽然勉强攻击爸母生活需要，但是拢无敬爱的心嘛。安怎讲？孔子安怎讲？今之孝者是未能养，是讲今仔日，咱咧讲友好子是安那，就是讲你会当安那幼稚你的爸母，叫做友好囝，对不对？但是幼稚你的爸母，讲较歹听，狗马甲狗，你嘛拢会当饲对不对？你嘛拢用物件去食对不对？你嘛会当饲皆有所养嘛。不敬，伫咧这个字眼不敬，你若无尊敬你的爸母的时阵，无尊敬你的爸母的时阵，何以爸母有啥物差别？我国语嘛还袂歹，这就是你要解说的。这国语较早个词语伦理内底你著爱解说，你读较袂知影意思呢。莫看了看，我即摆青年你十个敢问，拢毋知影到底这是啥物意思。今有人养狗无？我较无顺，大家也看过，狗拢安尼，毛条条咧，哇，脚用条条无就用迄婴儿啥我坐咧，我送咧，你听无？人伫边仔行，你迄狗送去行，你听无？佫嗅芳水咧，佫用牛毛去食咧，佫替伊洗身躯，佫嗅芳水，佫带伊佫倒厝去佚佗咧。但是因为你甲想看觅，赢过照顾爸母呢？咱今日台湾足侪现象拢变安尼去，你甲看，饲狗猫狗比育爸母佫较超过咧。我看到足侪拢安尼，足奇怪。有人虽然肉体极态，但是却对伊精神肉体无对肉体嘅，但是对精神较极态。甘咩？阻止伊伫咧客厅坐，暗时咧困叫伊困地板，较极态。咱看今即个现象，无需来讲，我咧甲你讲即个现象，你讲无嘛？有啦，伫咱四周围，你看你足侪伫咱四周围，你问一寡你的亲戚朋友四周围的人，有足侪即个现象。所以你看我几啊千年前上帝咧甲你讲，所以茫袂记，茫袂记，极态赢过即个，结果到尾互爸母精神受不了。就较极态，这就是咱就爱毋通逆态爸母，第四，毋通咒诅你的爸母，咒诅，这咒诅，咱圣经内底甲咱讲爱恶乐，毋通咒诅。你要看前面第30章11、15有人咧咒诅家己的老爸，毋知影感谢伊的老母，是讲这对照，有一种人一种的原文是呆啦，有人会翻译做歹，咒诅。老爸无甲老母祝福，咱而且无需爱看。本来我是要叫你讲对11节读啊17节，你看11节有一种就是讲有一派迄个原文的意思有一派。你看迄个15节伫遐咧讲咱我今日这30章，你现30章，咱照可能咱读到这圣经，你爱为头，无需甲你讲，你为头读尾，内底有讲到麻烦无？麻烦吧？
哦，马王有2个女儿，哦，马洪有2个查某囝，马洪就是安那，马洪就是水气啦，水质啦，你知道吸火，麻黄，圣经讲麻黄就是，哦，你啊小可注明，麻黄就是，吸火会晓输火，啊，伊讲有2个查某囝，哦，一个叫做贪心嘛，一个叫做奢望。伊有2个查某囝，这是一个譬如拟人话的譬如，一个叫做贪心，一个叫做奢望。啊，伊定拢安那，讲爱安那，叫讲给我，爱互我，就是安那，永远拢袂感觉安那够野，哦，拢，哦，亲像这共吸血有吸掉的，有甲你吸掉的，输血，哦，永远伊袂感觉够野，哦，这是牧师伫遐解说，你看圣经哦，你哦马王有2个女儿吼。就是迄个水气啊，就是爱魔气啊，魔气比水气啊，嘛人讲水气啊，反正气就魔气啦，哦嘛人讲魔气啊，吼，哦 OK， 你话阴间，而且咧讲阴间，你啊看，咱圣经咱来咧个别适用，咱通常咱读着阴间是咧圣经底下你表来问。你描写什么？阴间就是咧讲死人无在，你描写死人就是啊灭亡的所在，哦，人死去的所在，通常用阴间来咧描写吼，啊，翻译做阴间啦吼，啊，圣经定吼定咧看到这理解，个然后石胎是咧指啥？就是讲袂当生育的妇女，哦，石胎啦，好，你讲啊几啊千年前圣经嘛有讲石胎啊。就是讲你朝思暮想，一直想要爱一个囡仔，就是生袂出来，就是生，就是还无够吼，一直咧想，要生一个囡仔，吼，石胎吼，啊，只土地是咧讲啥？就是永远拢安那需要安那水，有无？拢打水，啊，你永远需要安那吸水，哦，多益善，你因为你像开一个喙，爱吸水啊，永远啊。袂互你安那，你袂感觉袂喙焦，永远拢感觉足喙焦咧，所以爱吸水。哦，土地，只要你讲土地有，咱看迄清水不足的土地，有无吼？汉文是讲安有无？你迄个16的所在，有无吼？啊，即个火是咧讲安那，野火表示讲人的欲望安那，无法度人满足的日子，人的欲望啊，欲望吼，人的迄个欲望吼。啊，只要欲望哦，足侪情欲啦，什么欲啊，足侪，还是讲咱一般的欲望，拢无法满足，哦，无法满足，哦。OK， 第17节讲安啦，哦，啊，咱讲到遮，我小来就去讲17节，啊，旧约出来记21章17节讲安啦，然后严格，伫迄旧约圣经就讲啊，伊骂父母的咒骂，哦，咒诅佮骂父母的。拢爱啊，爱甲治死，哦，这是旧约圣经哦，真严格。因咧有一个宗派，哦，一宗的人就是，比如讲有一宗派人，有一寡人、一群人，还是讲一个团体啦吼，因无尊重父母，看父母做废物，甚至期待父母啊早哦离开世间，啊咒骂父，无想到有一天伊也会老，哦，有一天伊家己会老咧。哦，伊可能会致死，哦，家己赶快会致死而亡，所以咒骂，哦，骂父母的，伊一定得报。任何人拢袂当安那，袂当安尼做。哦，这是圣经的教示，但是跟牧师咧讲咯，咱做基督徒人，特别你做基督徒，绝对唔通安。过来，唔通安那欺人父母。你看前面第30章17节喎，17节，咱看17节。但是好欺人父母的，表示无听从父母的，伊的目睭要哦，伫个山谷中的乌鸦甲夺出来，哦，迄个啊，迄个鹰座，然后这鹰座是叫鹰叫啦，秃鹰啊，哦，秃鹰啦，所食，哦，所以只囝，但是伫个另外一个迄个版本是，听讲伊翻译是秃鹰，哦，哦，迄个互食出来，啊，你要注意，听讲。目睭甲夺出来，哦，啥人讲目睭甲夺出来，哦，咱知影，即个目睭定义是啥物？
咱讲不孝囝的感情，无听从父母，伊的目睭要互，咱知影目睭，我说我讲道捌讲过无？目睭若光，规身躯拢光，有无？目睭若光，你规身躯拢光。啊，目睭是种样啦，咧表达心中你的感觉甲态度。你对目睭咧表达是啥物事？你心中的一个感觉啊甲态度。因为你目睭会看到物件，好啊，你的感觉，啊，你的感觉，啊，所以你靠目睭咧，当然这代志。啊，去互鸟甲你剁目睭，甲你剁掉去，食掉去，是咧甲你讲啥？你规个啊啦，规身躯啊啦，拢受啊啦，毁灭掉，迄个意思。哦，安尼了解，就是表示你甲你目睭剁掉，甲你食掉，就是表示你规身躯啊啦都毁灭掉，毁灭掉。啊，所以你人父母哦，藐视无听从老母，伊的目睭要就是安啦，要甲你毁灭掉，你的人就受毁灭的意思啊，所以直接就是清楚咧甲你讲者，牧师就要解释即个原文伊本来迄个含义是啥物啊，即个喜人戏笑就是喜人，就是无敬重的意思。父母到年老，哇！啊，你耳孔重啦，啊，目睭个花啦，啊，动作小可较怪，啊，兼咧身躯嘛有小可怪味，啊，你就无甲敬重，搁甲喜人，这是不应该，你上不应该。你转去厝诶，有无？阮妈妈拢长久伫咧倒啊，嘛味嘛无好，啊，因为我拢咱做囝儿啊，较闪诶，袂使安尼啦。你是你家己诶妈妈，靠家己诶妈妈，我等于我甲我妈妈头安尼说。啊，手安尼甲我头安尼甲梳，啊面甲梳一下，甲梳。真正你会感觉妈妈讲实在，你袂当甲友好，你袂当互伊已经伊袂行啊，袂食，你甲摸甲梳，迄就是咱做囝儿的。啊妈，味歹啊，你着安尼哇，较远的，这是毋对。咱家己的囡仔，家己的妈妈，你着爱会晓。咱足侪人大部分对家己的妈妈较无安尼啦，你无论妈妈安怎，你拢会简单会甲，会甲伊师奶，会甲伊身躯边，这才是应该安尼。这几啊一年前，你看上帝就甲你讲，袂使安尼，佮故意骗人，喜人伊遐印象。都汉朝有一个人叫做伯夷，伊足孝顺的，安怎？伊老母管教足严的我拢甲讲啊，还要甲讲。后一届伊妈妈佫举出来甲讲，哇，讲一个，伊妈妈佫举出来甲讲一个，伊全单咧哭出来。伊是安尼，伊妈妈甲讲是，伊妈妈甲讲伊咧哭，毋是。是发现讲伊妈妈啦，甲讲伊煞袂听，你听无？我发现伊妈妈无力啊。伊迄个时阵才，伊讲。过去伊甲我拍，伊知影老母还佫有气力，等伊甲伊拍，伊知影老母无气力，所以伤心咧流目屎。这个伯夷，这个友好囝，这是伫咧汉朝一个人叫做伯夷啦，友好的一个历史的记载这查某伊的妈妈已经无力，这是互咱感觉真感动的最后，毋通违背父母。你看提摩太后书，因为提摩太后书。第3章第20节，这是牧师要讲。你看咱这个时代发生的代志，你看几啊千年前上帝就甲你讲，发生什么代志？因为迄时人要干那过家己，贪爱钱财，自夸。你看有一个人中着奖，讲外后伊无知影，有无？有一个人讲签约是啥物样，有无？讲外后伊无知影，后来伊某甲申请离婚，我甲牧师讲，伊某嘛戆戆，毋通离婚，遐侪钱，你拄甲离，钱甲摕着才离啊！佫甲伊报仇安尼，人甲做贪爱钱财，自夸、狂傲，放毒、违背父母、忘恩背义、心无圣洁。你提摩太后书，你有兴趣听第3章第20节记载越世危险的日子。特别是伫个道德对倒危险的代志，拢总有18项，其中有2项就是安那
违背父母无亲情，其中内底描述的两项。哦，背个父母啊无亲情，哦，人愈来愈无孝敬父母，无顺从父母的这个管教，哦，轻慢，就是讲安尼甲，无甲轻，无甲注重啦反抗父母，对家庭争取解决自由放纵，甚至用斗争家己的父母最应了，无亲情，无家庭。听讲国外有一种无需要父母的口号，兼在国外有伊的，你看父母父母因拢政府饲啊，说也免友好父母，国外后来说因所以有好有歹当然好是占大部分啦无需要父母的口号。咱你报纸来中间，咱看到真侪，哇，囝儿害老爸代志事件。咱看最近你看报纸显为抬来抬去，足侪。你看做老爸人，你食毒含囡仔在缀伊咧食毒，哇！你看真侪这越世的现象是足侪代志显示特别咱做人的囝儿查某囝。咱对圣经看到不孝囝真面目有只牧师讲的遐尼济，还有足侪伫圣经内，这拢是现代社会咱做囝儿查某囝反常的现象。万袂记，咱做一个基督徒，伫教会内底，咱来深深检讨，咱愿意伫咧老爸面前做一个有效的囝，伫咧老母的目睭中，成做一个交流这是今年第4章第3节。这句话意思是啥物？伫老母的眼中，成做一个娇儿，毋是受动是啊。互父母特别所谓娇儿是啥物意思？就是特别受疼痛的囝儿甲查某。父母对囡仔拢安尼，囡仔就是特别受疼痛的，所以毋茫咱愿意伫老爸做一个友好囝，伫老母的眼中，成做一个娇儿，互父母甲咱上疼痛。10条界中间，人伦第一界就是孝道，但是万袂记，毋茫咱做囝儿查某囝，爱坚守这个概念。最后，我说只要安怎，赶快甲咱讲，祝咱所有的爸爸，甲咱要做老爸，不管安怎，毋通袂记，你有老爸父母安怎歹，好歹，毋通袂记，你一定是一个基督徒。拢无好的父母，你替伊祈祷，毋通去祭祀啊，是讲去爱替伊祈祷，对咱的父母不管安怎，拢得安怎友好咱家己的父母，最后甲咱讲，一定爱孝敬父母，爱孝敬父母，咱大家同心大家祈祷，特别上帝，阮感谢你。伊几啊千年圣经上帝，你的价值咧甲阮讲，要叫阮安怎成做一个友好的囝，毋通背个父母，毋通骂父母、咒骂，毋通互父母烦恼忧愁，也要互父母欢喜快乐。主啊，求你帮助阮，阮做你的囝儿，阮相信你也爱阮安尼，你疼阮到安尼。你搁留阮的活命，你互阮活伫这个世间，阮存在的目的是啥物？是吧？阮活的目的是啥物？就是你帮助阮，阮会晓思考一下，为着主你搁较做好的工，为着主你搁较做较有意义的代志，是吧？搁较会晓互阮的父母欢喜，是吧？求你帮助阮，伫这个庆祝父亲节的中间，阮搁做伙来看你的话，食你的话。互你的话讲出阮的开甲甲帮助，安尼感谢祈祷，拢想过最后出重要来求，阿免。